陣時，我識得一個街坊，我哋叫佢英姐。英姐係個單親阿媽，老公好早走咗，剩低佢自己一個人湊大個仔阿強。如果你問我咩叫勞碌命，英姐就係最標準嘅人扮。佢後生嗰陣，日頭喺茶餐廳幫人沖茶遞水，夜晚就去海鮮酒樓後巷洗碗，雙手一年四季都係爆拆流血嘅。佢賺埋啲血汗錢，連自己買件新衫都唔捨得，全部心機都擺晒喺個仔身上。但係個仔阿強呢，偏偏係個極度反骨嘅敗家仔。10幾歲開始就群埋堆古惑仔，日日惹是生非。到佢20出頭嗰陣，仲學人賭外圍，爭落人哋周身卡數同貴利。有一次半夜，收數佬上門淋紅油，拍門拍到拆天，英姐嚇到發抖，攬住阿強喺鐵閘後面喊。第二日，英姐跑遍所有親戚度叩門借錢，受盡人哋嘅白眼同冷嘲熱諷，甚至跪喺親戚門前求人，先至勉強湊夠錢幫阿強填咗條數。嗰段日子，阿強唔單止冇內疚，反而怪阿媽多事，兩母子成日面阻阻，身邊啲街坊睇唔順眼，都勸英姐話：你當冇生過呢個衰仔啦，自己留翻個錢傍身好過。但係英姐次次都係搖搖頭，嘆口長氣話：前世欠咗佢嘅，慢慢還啦。你哋有冇諗過，點解有啲阿媽可以做到咁毫無保留，甚至連尊嚴都唔要？其實喺因果嘅層面嚟睇，呢種執着就係一種極度深重嘅業力牽引。好啦，去到阿強30歲嗰年，奇蹟真係出現咗。有一次，阿強喺街邊見到阿媽推住架執紙皮嘅木頭車，喺大雨入面拾低，連膝頭哥都流晒血。那一刻，阿強個心好似俾雷劈中咁，突然間就醒水啦。佢同自己講，唔可以再咁爛泥扶唔上壁。跟住落嚟嗰幾年，阿強好似變咗第二個人咁，跟人去地盤學做裝修。佢由最底層嘅泥水學徒做起，日曬雨淋，靠住自己一雙手，慢慢做起咗個小判頭。後來仲開埋自己嘅裝修公司，生意越做越順。阿強終於賺到人生第一桶金。佢第一時間去睇樓，買咗層有電梯、有會所嘅3房大屋。佢仲靜靜雞買好咗去日本嘅機票，因為英姐成世人未見過落雪，佢諗住等新屋入伙嗰日，俾個大驚喜阿媽，接佢去嘆世界。好日子終於降臨啦，苦盡甘來啦，係咪？你估下點？就喺阿強拎住新屋鎖匙，滿心歡喜準備同阿媽宣布呢個好消息嗰日，英姐喺屋企廚房突然暈低，送到去醫院急症室。醫生一照，肺癌末期，癌細胞已經擴散到全身骨頭。醫生搖搖頭同阿強講：太遲啦，做手術或者化療都冇意義，準備後事啦。嗰一刻，阿強成個人崩潰咗，由確診到走極之快，前後連半個月都冇。去到英姐走嗰一日，病房入面嘅氣氛壓抑到令人唞唔到氣。阿強跪喺阿媽張病床前面，捉住阿媽嗰對瘦到好似樹枝咁嘅手，喊到撕心裂肺。佢瘋狂咁鬧老天爺，佢話：我做錯乜嘢？我以前衰，你點罰我都得，但係我而家已經改邪歸正啦。我啱啱先賺到錢，我間大屋尋日先搞掂入伙手續，我連帶你去睇雪嘅機票都買埋啦。老天爺點解咁唔公平？點解一日福都唔俾你響啊？成間病房靜到連支香燒斷跌落灰嘅聲都聽得到，淨係聽到心跳監察機嗰種滴滴滴嘅冰冷聲音。呢個時候，英姐慢慢轉過頭，陽光透過百葉簾，啱啱好打落佢嗰張飽經風霜、瘦到見骨嘅面上。面對死亡，面對個仔嘅痛苦，英姐竟然完全冇流過一滴眼淚，佢反而嘴角微微向上彎，露出一個極之平靜、極之安詳嘅笑容。佢用盡全身上下最後嗰絲力氣，輕輕拍咗拍阿強隻手，講咗一句令阿強記足一世嘅說話。佢話：傻仔，喊咩啊？阿媽啲數終於找清啦。講完呢句，監察機變成一條長直線。英姐就咁笑住斷咗氣。我停一停，同你拆解下呢一幕。你唔好以為英姐臨走前講嗰句找清條數係平平無奇嘅口頭禪。一個挨咗大半世嘅女人，臨終前面臨死亡，居然唔係對人間嘅不捨，唔係對大屋嘅留戀，更加唔係對病痛嘅恐懼。
佢用找清條數嚟形容自己嘅一生，代表佢喺生命最後嗰一絲微光之中，潛意識已經望穿咗呢場母子緣分嘅底牌。好多人睇到呢度，一定會同阿強一樣，覺得係老天爺玩嘢，覺得天意弄人。但如果你真係以為係老天殘忍，專登唔俾好人享福，咁你就太睇小老天爺嘅慈悲啦。其實真相係點呢？事實係，當英姐嘅債務一結清，佢同阿強之間嗰條業力牽引嘅無形鐵鏈就斷咗。老天爺喺度提早幫佢放低行囊，拉佢脫離呢個苦海。佛門入面有一句極之透徹嘅說話，叫做冇虧欠就唔會相見。我哋成日諗，人點解會成為父母仔女？點解會成為夫妻？你真係以為係純粹嘅血緣同愛情咁簡單咩？其實喺佛理嘅因果規律入面，人與人之間嘅緣分，講到底就係4種：報恩、報怨、討債、還債。就好似英姐同阿強咁，好明顯，英姐係嚟還債嘅，阿強係嚟討債嘅。前世可能係英姐欠咗阿強好多嘢，今世老天爺就安排阿強做佢個仔，英姐就要用自己嘅血汗、青春甚至尊嚴去幫阿強填補無數嘅窟窿。嗰種無條件嘅付出，其實就係業力喺度強制執行緊還款程序。你試下回想下，阿強由幾時開始變好嘅？就係由英姐跌傷膝頭哥嗰一刻。嗰一刻，阿強個心痛咗，佢個良知醒咗，佢開始腳踏實地，開始賺錢，開始想調轉頭去照顧阿媽。喺世俗嘅眼中，呢個叫浪子回頭，但係喺因果嘅賬本上面，呢個代表住咩呢？呢個代表住討債人主動停手啦，代表住英姐欠阿強嘅債，連本帶利已經全數清還完畢。既然條數已經找清咗，英姐喺人間嘅呢個還債任務就已經圓滿結束。老天爺一睇賬本，好啦，英姐你辛苦咗幾十年，任務完成，係時候退場啦。你試下反面假設一下，如果老天爺冇降下呢場大病，英姐真係搬咗去大屋，真係去咗日本睇雪，結局又會唔會真係好似阿強幻想中咁美好？我話俾你聽，絕對唔會。以英姐嗰種習慣咗勞碌、習慣咗操心嘅性格，佢去到幾千尺嘅新屋，一樣會因為唔捨得開冷氣而同個仔嘈交。佢一樣會日日夜夜為你擔心，憂慮你生意好唔好，憂慮你幾時結婚、幾時生仔。如果阿強結咗婚，英姐好可能又會淪為幫新抱湊仔、做免費保姆嘅角色，繼續喺度受氣同挨苦。佢嘅靈魂已經同勞碌綁死咗，只要佢仲有一口氣，佢根本就停唔落嚟。所以老天爺點樣先可以令到一個過度透支嘅靈魂真正休息？唯有用一種你無可抗拒嘅方式，即係一場突如其來嘅大病，強行掹走佢嘅生命電掣，逼住佢放手，逼住佢休息。對於留低嘅阿強嚟講，呢個係極度痛苦嘅失去，但對於英姐嚟講，呢個係一場酣暢淋漓嘅解脫。所以佢臨走嗰陣，面容係平靜嘅，係帶住笑容嘅，因為佢終於交完卷，可以落堂返屋企啦。呢種現實影射，其實放喺我哋現今社會，真係多到數唔晒。你有冇發現，身邊總有一啲特別懂事、特別孝順嘅親人，佢哋一生從不怨天尤人，默默承受屋企所有嘅爛攤子，供細佬妹讀書係佢，借錢俾大佬還債係佢，照顧癱瘓老人家嘅又係佢。佢好似一個黑洞咁，吸走晒全家嘅苦難，然後去到某一日，屋企環境終於好轉，個個都有出息啦，佢就突然被查出絕症，好短時間就走咗。大家都會喊住問點解？其實冇點解，就係佢將賬單結清咗。所以如果你身邊曾經有親人係咁樣離開嘅，我拜託你，千祈唔好再跌入嗰種無止境嘅內耗同自責入面，唔好再日夜折磨自己，覺得係自己以前唔夠本事，令到佢享唔到福。你要明白，你哋之間嘅緣分係完美嘅閉環，佢用佢嘅離開成就咗你嘅覺醒，你用你嘅覺醒宣告咗佢債務嘅終結。你唯一要報答佢嘅方式就係好好活下去，唔好再創造新嘅惡債。講完，英姐嗰種因為還清恩怨而出現嘅大病解脫，好多人可能會稍微鬆一口氣，覺得原來生病都未必係一件壞事。但係接落嚟，
我要同你揭開嘅第二種退場程序，就絕對係震撼人心，甚至會徹底顛覆你對善惡到頭終有報嘅傳統認知。我問你，你有冇發現好多大家族入面，總係有一個特別善良、特別肯犧牲嘅人，佢就好似成個家族嘅救火隊咁，邊個有事佢都攬上身。但往往就係呢種大好人，最後走嗰陣，唔係無疾而終，反而係遭遇極之慘烈、令人匪夷所思嘅飛來橫禍。佢嘅死會令到全家族都陷入恐懼同埋憤怒，所有人都會捶胸頓足，指住個天大鬧，覺得老天爺根本就係盲嘅，連算命同風水師傅都解釋唔到，點解好人會冇好報？點解會咁？呢場橫禍背後到底隱藏住一個點樣恐怖嘅業力真相？我講個真實發生過嘅故事你聽，你就明啦。我以前識得一戶人家，屋企有4兄弟姊妹，排第二嘅係個女，大家叫佢蘭姐。蘭姐呢個人係街坊公認嘅活菩薩，佢個人冇乜脾氣，一生人都未為自己打算過，滿腦子都係點樣幫屋企人補鑊。佢大佬係個爛賭鬼，後生嗰陣去澳門賭錢，輸到憎人成身跪嚟，俾人斬咗2隻手指。係蘭姐連夜賣咗自己一層啱啱供甩嘅細單位，攬住幾十萬現金過大海去贖佢大佬返嚟。佢3妹嫁得唔好，日日俾老公打，最後離婚，3個細路仔冇人湊，全部掉俾蘭姐。蘭姐一句怨言都冇，每日打3份工，由朝做到晚，硬生生供大咗呢3個外甥。去到細佬搞生意破產，差啲要坐監，又係蘭姐四處去叩門借錢，甚至按埋自己僅有嘅首飾幫佢填數。蘭姐成世人就好似一塊巨大嘅海綿，源源不斷咁吸走成個家族嘅污糟邋遢嘢同埋苦難。到佢50幾歲嗰陣，佢大佬終於戒咗賭，搵份看更做。三妹啲仔女出身啦，出嚟社會做嘢，細佬個生意都慢慢上返軌道。眼睇住成個家族嘅陰霾終於散去，大家約好咗中秋節嗰晚，全家人齊齊整整去酒樓食餐最好嘅，話要好好多謝蘭姐呢半生嘅犧牲。就喺中秋節前2日，蘭姐話要去街市買啲靚海味，加餸煲個靚湯。點知喺過馬路嗰陣，一架失控嘅重型泥頭車衝紅燈，直接撞向人群，其他人最多都係擦傷，但蘭姐偏偏就被捲入車底，當場慘死，連句遺言都冇機會講。當警察通知佢哋屋企人去認屍嗰陣，成個家族天崩地裂。去到設靈嗰晚，殯儀館個靈堂冷氣開到極大，凍到入骨，吹到牆上面啲白花係咁震。大佬跪喺蘭姐張遺照前面，喊到成個頭猛咁冚落塊地磚度，砰砰聲，喊到流晒血都唔肯停。三妹攬住幾個仔女喺地下度碌嚟碌去，喊到聲嘶力竭。佢大佬指住天花板破口大罵：老天爺，你係咪盲㗎？我爛賭，你撞死我啦！三妹個衰佬打女人，你收佢啦！我阿妹成世人未做過一件壞事，日日燒香拜佛，連隻蟻都唔敢踩死，點解你要佢死得咁慘啊？我以後仲點信有因果，點信有好報啊？成個靈堂充滿住極度嘅怨氣同埋絕望，所有人嘅心裏面對善惡因果呢4個字產生咗徹底嘅懷疑同埋憤怒。就喺呢個時候，門外行入嚟一個老和尚。呢位老和尚以前蘭姐成日去佢間寺廟度做義工，幫手洗碗掃地，所以同佢哋屋企人都算熟絡。老和尚慢慢行到蘭姐個靈位前面，上咗一炷香，佢轉過身望住跪喺地上面怨天尤人嘅4兄弟姊妹，突然間用極大嘅聲音喝咗一聲：全部同我收聲！呢一聲好似雷劈咁，震到成個靈堂瞬間鴉雀無聲。老和尚嘆咗一口長氣，眼神變得極之凌厲。佢望住大佬話：你以為你阿妹係枉死嘅？你以為老天爺真係盲嘅？我話俾你知，佢係為你哋全家人擋咗個死劫啊！你哋仲好意思喺度鬧個天？屋企人全部呆晒，完全聽唔明。大佬震住聲問：師父，你講咩話？擋劫？接落嚟老和尚講嘅一番話，將成個家族隱藏咗幾十年嘅業力真相連根拔起。老和尚話：你哋以為你大佬賭輸錢，還咗錢就完啦？
你細佬破產，填咗數就冇事啦。你哋成個屋企幾十年來，日日怨恨、貪婪、互相算計，製造咗幾多惡業？呢啲惡業就好似一間屋入面漏煤氣咁，越積越厚，遲早有一日要爆炸。你阿梅係你哋屋企唯一一個發大善心，肯攬一切上身嘅人。喺因果個網入面，當一股毀滅性嘅惡業要壓落嚟嗰陣，邊個嘅心量最大，邊個嘅承受力最強，嗰股業力就會自然衝向邊個。你阿妹臨走前嗰一剎那，係用佢自己嘅血肉之軀做咗你哋全家人嘅避雷針，一次過燒毀咗你哋家族累積落嚟嘅幾十年爛賬。老和尚指住大佬個鼻講：如果唔係你阿妹今日擋咗呢架泥頭車，出年今日坐監嘅就係你，生絕症嘅就係你細佬。佢用自己嘅一條命斬斷咗你哋家族個惡性循環。你哋唔去感恩，居然仲喺度怪老天爺。聽完老和尚呢番話，大佬成個人彈軟喺地下，三妹掩住個嘴，全家人震到連喊都喊唔出。嗰一刻，佢哋心入面嗰種怨恨瞬間變成咗一種極其深沉嘅內疚同埋震撼。各位，我停一停，同你深入拆解一下呢一幕。你唔好以為老和尚講嘅係玄幻小說，喺我哋佛教極之深奧嘅唯識理同埋俱舍論入面，講過一個好核心嘅概念，叫做共業。咩叫共業？我哋成日以為自己做錯事，自己受罰，呢個叫別業，即係個人嘅數個人還。但係當你生喺個家庭或者一個家族入面，你哋一家人嘅氣脈係連埋一齊嘅。一架船穿咗個大窿，水湧入嚟，唔理你係喺船頭定係船尾，所有人都要一齊浸死。呢個湧入嚟嘅災難就係你哋成家人嘅共業。當一個家族嘅共業惡化到極點，必須要有一次清算嘅時候，老天爺嘅退場程序就會啟動。而最殘酷嘅事實係，往往係家族入面最善良、頻率同菩薩最接近嗰個人，會成為呢次清算嘅承接者。點解？因為爛泥係頂唔住雷劈嘅。你試下諗，如果災難降臨喺嗰個本身就爛賭、自私嘅大佬身上，佢只會怨天尤人，繼續作惡，成個家族只會越踩越深，永不超生。但係當業力擊中蘭姐呢種極度純潔、無私嘅人身上，雖然表象係一場極之血腥殘酷嘅橫禍，但係喺肉眼睇唔到嘅法界入面，係佢嗰種無怨無悔嘅承受，產生咗極大嘅功德，瞬間抵消咗龐大嘅惡業。我哋不妨做一個反面假設，如果蘭姐當日好彩避開咗嗰架大貨車，佢往後嘅日子會點？係咪真係可以去酒樓舒舒服服食餐安樂茶飯，以後享清福？我同你講，絕對唔會。以佢屋企人嗰種索取無道嘅習氣，所謂嘅改過自新，只係表面嘅平靜。過多2-3個月，大佬可能又會手痕去賭，三妹啲仔女可能又會惹禍要佢賠錢，蘭姐會繼續日日擔驚受怕，繼續做牛做馬，直到佢七老八十，慢慢俾呢班吸血鬼榨乾最後一滴血，痛苦咁死喺病床上面。老天爺係睇穿咗呢個無底洞，知道蘭姐嘅使命其實已經去到極限，所以用咗一招烈火焚身，用最猛烈、最直接嘅一刀，徹底斬斷咗蘭姐同呢個家族嘅糾纏。蘭姐嘅肉身係受咗苦，但佢嘅靈魂喺嗰一刻係帶住極大嘅光芒，直奔善道，甚至往生淨土。因為佢交出嘅係一份超越咗凡人私欲嘅完美答卷。而對於留低嘅屋企人，蘭姐慘烈嘅死亡就係一棍極之沉重嘅當頭棒喝。大佬由嗰日開始真正痛改前非，終生食素，每個月將份糧攞去放生，用蘭姐嘅名義捐錢，因為佢知道自己條命係阿妹用命換翻嚟嘅。呢一場橫禍終於令到成個家族徹底醒覺，阻斷咗惡業嘅蔓延。所以朋友，當你睇透咗共業呢層法則，你仲會唔會覺得老天爺盲眼？老天爺唔單止冇盲，佢嘅賬本算得比任何人都要精細。佢用一個人嘅肉身破滅，換取咗一個靈魂嘅升華，同埋一班罪人嘅覺醒。如果你身邊或者你嘅家族入面都有呢種成世人攬晒上身，最後走得好突然、好慘烈嘅親人，請你千祈唔好再用世俗嘅眼光去可憐佢，
亦都唔好再為佢抱打不平，因為你根本唔知道佢喺背後為你哋呢個家擋咗幾多萬箭穿心嘅劫難。你可以喺評論區用最恭敬嘅心打一句：感恩替我擋災嘅菩薩，願發大心者往生善道。你呢一句感恩就係對佢最大嘅回向。好啦，我哋講咗第一種嘅大病還債，同埋第二種嘅橫禍擋災，呢兩種退場程序，無論點講，表象都係帶住極大嘅痛苦同遺憾。講完前面嗰兩種極度慘烈嘅離世方式，大病還債同埋橫禍擋災，好多人個心可能會塞住勒住，覺得人生無常，老天爺實在太得人驚。但其實世事無絕對，喺老天爺嘅退場程序入面，仲隱藏住第三種，亦都係最罕見、最圓滿嘅一種離世方式。呢個簡直係一張極少數人先可以抽到嘅上上籤。真正最深嗰種離世，係連生死都費事同你打招呼嘅。呢種人走嗰陣，冇絕症，冇橫禍，連一句淒厲嘅喊聲都冇。佢走得靜悄悄，甚至乎佢係自己算好時間，主動將條命交翻出嚟嘅。佢哋到底係一班點樣嘅人？背後又藏住咩天機？我問你，你有冇聽過長輩講過，某某村有個老人家，前一晚仲好端端自己裝香拜神，食完晚飯沖個涼，跟住上床瞓覺。第二朝早屋企人去叫佢飲早茶嗰陣，發現佢身體已經凍晒，走得極之安詳。世俗人見到呢種情況，通常會話：哇，呢個老人家真係好福氣，無疾而終啊！但係究竟點解有啲人可以收到呢種福氣？背後嗰條隱藏嘅業力法則又係點樣運作嘅呢？我同你講個發生喺鄉下嘅真事。以前村入面有個孤寡老人，大家叫佢根伯。根伯成世人，喺世俗嘅眼光睇嚟，絕對係一個極之失敗、極之可悲嘅人。佢無兒無女，冇神神，連老婆都跟佬走咗，留低佢一個人守住間漏水嘅爛泥磚屋。佢冇學歷，亦都冇乜手藝，平時就靠幫村入面啲人做散工、除草，甚至執垃圾去變賣嚟維生。好多村民都睇佢唔起，背後叫佢做傻根。有啲頑劣嘅細路仔仲會執石仔掟佢，但係根伯從來都唔還手，亦都唔發脾氣。邊個鬧佢，佢就耷低頭微微笑，默默咁行開。根伯成世人淨係堅持做一件事，就係修補村口嗰條爛泥路。嗰條路一落大雨就滿地泥濘，啲坑窪積滿水，成日有人跌親。根伯每日做完散工，就會推住架生鏽嘅木頭車去山邊執碎石，一磚一瓦咁鋪喺條路上面，由黑頭髮鋪到白頭髮，鋪咗足足30幾年，硬生生將一條爛泥路鋪成咗一條平整嘅石板路。去到根伯78歲嗰年嘅秋天，村入面發生咗一件怪事。根伯突然之間開始唔食乾糧，佢將屋企僅餘嘅半袋米拎去送俾村頭嗰個寡婦，跟住自己每日淨係飲清水，最多食2啖稀粥。與此同時，佢開始徹底清掃自己嗰間幾十年都冇執過嘅爛磚屋。佢將屋企所有冇用嘅爛銅爛鐵、舊衫舊布全部清晒出去，燒咗佢。然後佢逐家逐戶去敲門，將以前借落人哋嘅1斗米、2蚊雞，甚至係借嚟用嘅1把爛鋤頭，全部清清楚楚咁還返俾人。村長個仔阿全撞見佢，覺得好奇怪，就勸佢：喂，根伯，你掉晒啲家當做咩啊？呢排又唔見你食飯，你想學人辟谷成仙啊？當時根伯停低手頭嘅掃把，抬起頭望住阿全。嗰一刻，阿全話根伯對眼清澈到好似泉水咁，完全唔似一個臨死嘅老人。根伯微微笑咗一下，語氣極之平靜咁答：條路鋪平晒啦，我借人嘅嘢又還清晒，間屋點都要打掃得乾乾淨淨嘅，費事走嗰陣留低一堆垃圾，阻住人哋或者整污糟個地方啊！阿全聽完一頭霧水，以為根伯年紀大，老人痴呆發作，搖搖頭就走咗。全村人當時都以為根伯受咗咩刺激睇唔開，有啲人仲覺得佢孤零零一個，搞埋啲神奇怪誕嘢，真係好可憐。點知去到第3日朝早，送報紙嘅郵差經過根伯門口，發現道木門虛掩住，推開門一睇，眼前嘅畫面令到所有跑過嚟湊熱鬧嘅村民全部呆晒。
初秋嘅晨早，一陣微風吹過，村口破路榕樹跌落幾片黃葉。根伯着住一套洗到發白，但係極之乾淨整齊嘅舊唐裝衫，安靜咁挨住門檻旁邊嗰張竹藤椅上面，面向住佢修咗30幾年嗰條石板路。佢雙眼輕輕閉上，面上冇半點痛苦或者掙扎嘅痕跡，嘴角甚至微微向上翹起。佢身旁擺住一把掃得乾乾淨淨嘅掃把，同一杯飲剩一半嘅清水。根伯走咗，醫生嚟到檢查，證實係自然老死，心肺功能自然衰退。最神奇嘅係，根伯走咗10幾個鐘，身體依然係軟綿綿嘅，就好似做完一日辛勤嘅農活，坐喺度唞涼，舒舒服服咁瞓着咗一樣。我停一停，同你深入拆解一下根伯呢種走法。你唔好以為呢種叫做好彩，亦都唔好以為呢種純粹係醫學上嘅心肌梗塞發作得快。喺我哋佛教極之深邃嘅智慧入面，例如大智度論道就講過，一個人嘅生死通常分為3種情況：壽命盡、福報盡，或者係兩者皆盡。當一個人喺世間嘅業力賬本徹底清零，佢嘅生命能量，亦即係我哋常講嘅氣數，就會進入一種自然枯竭、完美收官嘅狀態。呢個過程其實就係使命圓滿、氣數枯竭。你試下回想根伯臨走前做嗰啲動作，唔食嘢係清空肉體嘅雜質、爛爛雜物，還清借款係清空物質上嘅業力糾纏。佢點解要將間屋打掃得乾乾淨淨？因為佢極度通透，佢知道自己係世間嘅一個過客。我嚟嗰陣乾乾淨淨，走嗰陣都絕唔留低半點執念或者爛攤子俾別人。世俗人睇根伯，覺得佢一世人冇積蓄、冇後代，連個送終嘅人都冇，真係極之孤獨可悲。但我同你講，大錯特錯。從法界嘅宏觀維度嚟睇，根伯係真正嘅大贏家，佢係走得最有福氣嗰一個。點解呢？我用一個比喻，你就會明。人生就好似去考場考試，老天爺發俾每個人嘅試卷難度都唔同。有啲人嘅試卷好長，題目好難，要做成個大集團嘅主席，要管幾萬人嘅飯碗。有啲人嘅試卷好簡單，就好似根伯咁，佢今生嘅使命可能就只係將村口嗰條爛泥路鋪平，然後安安分分咁度過一生。唔好去害人，唔好去同人結怨。好多大老闆、大人物，雖然佢哋嘅電池容量好大，福報好深厚，但係佢哋喺答卷嘅過程中，因為過度嘅貪婪、嗔恨、算計，日日開住最高耗電嘅模式去同人鬥，結果試卷未答完，電池已經燒壞咗，最後要拖住極度痛苦嘅病體喺病床上面哀嚎，交出一份不及格嘅答卷。但係根伯呢，佢雖然只有一張極細嘅試卷，得幾十分嘅基本分，但係佢認認真真一筆一畫咁答完咗，鋪平條路，係佢完成咗利他嘅使命，唔同人結仇，係佢斬斷咗惡念嘅蔓延。當所有題目都做完，檢查清楚冇遺漏，佢就自己企起身，平靜咁將份卷交出嚟，然後頭也不回咁步出考場。呢種人，老天爺點會用大病或者橫禍去收佢？根本唔需要，因為牽引住佢留喺人間嗰條貪嗔癡嘅線，佢自己已經親手剪斷咗。當業力嘅發動機一旦停息，佢嗰副完成咗歷史任務嘅肉身臭皮囊，自然就會好似秋天嘅枯葉咁，靜靜地飄落歸根。你將根伯嘅故事投射翻去我哋依家呢個現代社會，你睇下有幾多反差極大嘅現實影射。你去醫院嘅深切治療部行個圈，或者你去私家醫院嘅 VIP 病房睇下，裏面攤喺度嗰啲，好多都係家財萬貫嘅大富翁。佢哋有最好嘅醫療團隊，用緊全世界上萬蚊一支嘅進口特效藥，插滿渾身上下嘅喉管，靠機器強行泵氣入個肺度維持呼吸。佢哋痛到生不如死，眼淚係咁流，但係就係死都唔肯合埋眼，死都唔肯拔喉。你知唔知點解佢哋走得咁辛苦？點解老天爺要將佢哋折磨到最後一口氣？因為佢哋交唔出張試卷啊！佢哋心入面有太多嘅掛念，有太多嘅唔甘心，或者係幾間上市公司嘅股份未分清楚，驚幾個老婆同啲仔女爭產，或者係後生嗰陣用過陰招害過生意拍檔，心入面有極度深重嘅恐懼同虧欠，
驚死後落地獄。嗰股強大嘅貪念同埋業力就好似千萬隻無形嘅手咁，死死咁掹住佢個靈魂，令佢生不得死不能，卡喺中陰嘅邊緣飽受煎熬。相對之下，你再睇下有啲修得極好嘅老人家，佢哋可能無權無勢，但一生與人為善。去到臨走前幾個月，佢突然間會好想見一見啲舊朋友，打爛齋缽咁請大家飲餐茶，又或者突然間將自己最中意嘅玉車除落嚟，親手交俾個孫女。交代完所有嘢，佢當晚沖個涼，上床合埋眼，就直接去咗極樂或者善道啦。呢啲就係氣數枯竭、自然脫落嘅境界。佢哋冇欠世界任何嘢，亦都唔覺得世界欠咗佢哋。所以話生死其實係一面最誠實嘅鏡。一個人平時點樣包裝自己，點樣吹噓自己有幾叻，到咗臨終嗰一刻，業力係一毫子都唔會同你客氣嘅。你心入面有幾多執着，你走嗰陣就會承受幾大嘅撕裂之痛。你心入面有幾多清淨，你走嗰陣就會有幾多安寧。睇完呢三種老天爺嘅退場程序，大病還債嘅痛苦解脫，橫禍擋災嘅慘烈承接，同埋使命圓滿嘅無疾而終，好多人個心可能會有啲錫住，覺得人生無常，好似自己點樣掙扎都冇用咁。你試下錫住自己個良心，問下自己，你仲會唔會覺得無論點樣插喉苟延殘喘，只要有一口氣喺度，長命百歲就一定係福氣？其實面對至愛親人嘅老去同病痛，或者係面對自己將來必然會面臨嘅死亡，我哋覺得驚係極之正常嘅事。凡夫俗子邊個唔貪生怕死？點解會驚？因為我哋好多人潛意識入面覺得死就係斷滅，係乜都冇晒，係一種極度嘅失去。如果你心入面開始有啲動搖，開始懷疑自己一直以嚟對續命嘅執念，咁接落嚟我要同你點破嘅真相，將會徹底粉碎你對風水辟邪、求神續命嘅所有幻想，想你同你嘅家人真正可以善終。接落嚟講嘅呢兩部實操法門，你一定要豎高耳仔聽清楚。我哋見好多孝順仔女，為咗幫年邁嘅父母祈求長命百歲，為咗幫屋企人趨吉避凶，真係諗盡一切辦法去廟度拜太歲，請幾萬蚊一個嘅玉佛，甚至花大筆錢揾風水師傅喺屋企擺個咩七星延壽陣，放青龍白虎去擋煞化煞。呢啲做法我都見得好多，亦都好理解。為人子女，邊個唔想自己父母長命啲？呢種想趨吉避凶嘅發心，絕對係善良嘅。我完全唔會否定你，但係我同你講個真相，你靜低心去諗下係咪咁嘅道理？如果真係擺個風水擺件，求張平安符，就可以截停老天爺嘅退場程序，就可以鎖死條命。咁古代嗰啲後宮妃嬪、帝王將相，有邊個風水陣擺得唔夠勁？邊個求嘅符唔夠多？點解最後都係敵唔過生老病死？其實呢，喺佛理極之深邃嘅智慧入面，壽命同死亡嘅底層邏輯，從來都係兩個字：緣起同埋無常。咩叫緣起？即係話萬事萬物都係各種條件湊合而成嘅。你擺喺屋企嘅風水陣，或者帶喺身上面嘅平安符，最多只係一種令你心安嘅助緣，真正決定你幾時走、點樣走嘅核心原因，從來都唔係嗰嚿死物，亦唔係個方位。真正護住你條命嘅係你嘅行，係你嘅業力，係你生前種落嘅因果。當一個人嘅氣數、電池耗盡，或者債務賬單結清嗰一刻，業力嘅巨輪就會碾壓過嚟。到嗰陣，幾出名嘅風水師傅、幾貴嘅法器都擋唔住嗰條被斬斷嘅無形牽引線，因為你喺度強求肉體不壞，其實係一種最深嘅執念。你可能會問，咁點算啊？我想求靈驗，我想自己同屋企人將來走嗰日，可以好似根白咁無疾而終，舒舒服服。難道真係乜都做唔到？絕對唔係。最靈驗嘅延壽同善終秘訣，根本唔需要你去外面花錢求調風水，不如調你個心。求法術，不如清淨你自己嘅業。點樣去清淨？好簡單，既然老天爺收人，講到底就係睇你本賬單結清未。咁點解我哋要等老天爺發大病降橫禍嚟強行幫你結賬？我哋可唔可以趁住依家仲有命，
仲行得走得，自己主動去清算呢本數，提早交卷？答案係100%可以嘅。具體點做？等我教你2個最貼地嘅動作。第一步，馬上停止製造新嘅惡債。你有冇試過為咗少少利益，同屋企嘅兄弟姊妹爭身家，爭到面紅耳赤？又或者因為一句無心嘅氣話，記恨一個舊同學，記咗10幾年，死都唔肯原諒佢？我問你，呢啲貪嗔癡嘅念頭，係咪好似一堆污糟邋遢嘅麻繩咁，將你個心五花大綁？你每次發脾氣，每次算計人，每次唔肯蝕底，其實都係喺自己將生命試卷上面增加緊一道極之難答嘅題目。到你臨走嗰一日，呢啲未解開嘅恩怨情仇就會變成極大嘅痛苦拉扯。所以從今日開始，學識放低別人得罪你，你笑一笑，就算唔係因為你懦弱，而係你通透，你唔想再同佢糾纏，唔想再為自己種下將來走唔甩嘅惡果。第二步，主動去還清舊嘅恩怨。點樣還？就係多啲布施，廣結善緣。你唔好以為布施就係一定要捐幾百萬起廟。你對伴侶多一份體諒，少一句抱怨，包容佢嘅壞脾氣，呢個係布施。你悉心照顧癱瘓嘅老人家，幫佢執屎執尿都唔嫌棄，呢個亦都係布施。當你將自己變成一個不求回報、默默付出嘅人，其實你已經將過去生中欠落嘅債一點一滴咁還緊。試諗下，去到生命最後嗰1個禮拜，當你攤喺醫院張病床度，病房出面落緊大雷雨，你嘅呼吸開始急促，身體慢慢喐唔到。如果嗰一刻你心入面諗住嘅仲係邊個親戚爭你幾萬蚊未還，仲係怨恨個新抱唔嚟探你，又或者係掛住保險箱入面啲金條，嗰一刻你個心就好似俾一塊幾百斤重嘅大石頭死死咁壓住，極度絕望，透唔到氣。呢種精神上嘅執着同窒息感，比肉體上嘅癌症痛楚、插喉抽痰更加折磨你10000倍。相反，如果你生前已經將所有恩怨放低晒，所有數目都自己清算好，冇對唔住任何人，嗰一刻你嘅心係輕飄飄嘅，好似隨時可以飛起嚟咁，連眼淚都係帶住微笑嘅。呢種先係世間最無價嘅大福報。老天爺嘅退場程序從來都唔係懲罰，死亦都唔係斷滅，只係因緣聚散嘅一次重組。佢用各種預兆提醒你，喺人間呢場夢入面，係時候收拾行李落幕啦。講到呢度，相信你對生死嘅執念已經解開咗一大半。為咗令你徹底放低對大病同橫禍嘅恐懼，我會送一個極之特別，你絕對未聽過嘅原創比喻俾你。只要你聽得明，以後無論面對身邊人嘅生老病死，都可以做到全然而從容嘅接納。但係喺揭曉呢個比喻之前，我一定要千叮萬囑，同你做個最後嘅回顧。聽完今日呢集，千祈唔好再為身邊至愛親人嘅突然離去而日夜折磨自己，覺得係自己照顧得唔夠好，或者係醫生醫術唔得。你要記住，無論佢係因為大病走，定係遭遇橫禍，背後都係佢喺人間嘅恩怨債務已經清算完畢，係老天爺見佢太辛苦，提早幫佢解開咗條鎖鏈。你更加要記住，面對生死，千祈唔好再去走偏門，去搞咩風水陣，求神續命。你真正要照住做嘅第一步，係由今日開始管好自己嘅起心動念，停息一切貪嗔癡，唔好再同任何人結新嘅惡債。第二步就係去包容，去布施，主動去將你以前欠落嘅恩恩怨怨全部清還乾淨。其實人生最好嘅風水，從來都唔係屋企擺幾多件名貴法器，而係你嗰個清清靜靜、無牽無掛嘅人心。我講個比喻，你就徹底通透啦。你試下將我哋嘅人生想象成係喺老天爺嗰度租咗一個街市檔口做生意。我哋出世嗰一日就係攞咗條鎖匙正式開檔。我哋每日去識人、結緣、賺錢、生兒育女，其實就喺個檔口度同人做買賣。有啲人做生意成日呃神騙鬼，對屋企人刻薄，對伙計差，爭落成街供應商啲數死都唔還，甚至乎佢連個檔口度都搞到污糟邋遢，四處都係發臭嘅爛菜葉同死老鼠。
到咗租約期滿嗰日，即係老天爺要收人嗰陣，你估下會點？大業主連同收數佬就會強行衝入嚟，直接封鋪鎖人，搞到雞飛狗走，極度狼狽。呢個就好似我哋面臨極度痛苦嘅絕症同埋慘烈嘅橫禍咁，係一種無可抗拒嘅強制清算。但係如果你好似我哋頭先講嘅根伯咁，日日老老實實做生意，冇欠任何人一分一毫，每日收檔嗰陣仲會自己攞把掃把將個地下掃到乾乾淨淨，到咗租約期滿嗰一日，你根本一啲都唔需要驚，因為賬目清清楚楚，爛攤子自己執好晒，你只需要抹乾淨張台，將條鎖匙輕輕放低，然後對住個門口微微笑一下，轉身行出去就得啦。呢個就係使命圓滿，無疾而終。所以我哋學佛，我哋修心，從來唔係去強求個大業主俾你無限期咁續租，亦唔係求佢唔好收翻個鋪位。你要做嘅係將自己手頭上呢盤賬理得清清楚楚。當你做到心中無債，毫無虧欠，死亡對你嚟講就只係一個幫手開門送客嘅門童而已。去到呢度，如果你覺得今日拆解嘅呢套天意退場程序解開咗你心入面壓抑咗好耐嘅鬱結，我希望你可以做一次法布施，將呢條片轉發俾你身邊嗰啲仲因為失去摯愛親人而走唔出陰霾嘅朋友同家人。你嘅一次隨手分享，可能就幫佢拔出咗插喺心入面10幾20年嘅嗰條刺。呢個係極大嘅功德。最後，大家千祈唔好唔記得喺評論區度留低我哋第一章講過嗰句祈願，願生生世世不結惡緣。用呢句清靜嘅說話作為我哋今日最好嘅回向，亦都為你同你嘅屋企人種下最深厚嘅善因。